恭喜發財！好嘢！已故天后梅艷芳嘅媽媽梅尋美金近日激汗亮相，向網民拜年，引發外界關注。已經102歲嘅梅媽，一身紅色喜慶打扮，揸住幾封利是，笑容滿面對住鏡頭講恭喜發財。不過全程都唔見大仔梅啟明嘅身影。網民祝梅媽新年快樂，大讚佢依然好精靈。自從前年梅媽宣布同梅啟明斷絕關係之後，兩母子已經徹底決裂。梅啟明曾經多次試圖通過傳媒聯絡梅媽，聲稱梅媽遭到侄仔同護士軟禁操控，被逼停止向佢支付每月3萬蚊生活費。佢更入稟控告侄仔兩個人，要求賠償800萬，鬧到滿城風雨。之後又話梅媽曾經承諾，到佢70歲嘅時候就會一次性俾500萬佢，但就一直遲遲未兌現。梅媽一生育有4個仔女，但除咗梅啟明之外，其餘3個都已經因癌離世，包括二仔梅德明、大女梅愛芳同埋細女梅艷芳。梅媽怒斥梅啟明財迷心竅，無藥可救，最終登報脫離母子關係。